正式营业的第一天，我们破万了。今天是我试完开重庆麻辣烫正式营业的第一天。今天准备了100斤的菜，看我今天卖完能赚多少钱。才11点钟我们就开始上课了。然后我给你合一下2个那个闹钟那个，共48，拿一下你的号码牌啊。来，21号的葱花香菜要不？谢谢。哎，筷子和小碗哈。27号，好了，筷子和小碗那边。29号，好，一共31。补点土豆片儿。你可以拿个小碗，30号放那儿啊。葱花现在都要不？6号哦。我这边放的那一点，你们这边稍微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营业成绩。